Наш главный враг – это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, терроризм, борьба наркоторговли.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世界社会、联合国和联合国成员国、世界强国领导人、国际人权组织、互联网搜索公司、独立记者、政治分析家、博主，你们都是全世界和平、自由、人权、民主的保障者。塔吉克斯坦人民和塔吉克斯坦政治人民民主运动 AMOT 请求您根据人权宣言第1条，所有人生来就没有母亲的侵害，他们的权利根据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受到保护。在塔吉克斯坦，一位总统拉赫蒙及其家族已经统治了31年。他们篡夺并占领了国家体系的所有部门，并宣称自己是上帝。我们单纯的塔吉克人民在我们的历史土地上感受不到自由、人权和民主。这个家庭把真正的塔吉克人变成了物品、工具和奴隶。塔吉克斯坦不遵守国际人权法。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民主就没有正义，没有第一免费医疗救助，没有像样的自由受过教育的普通人，老百姓冬天没电了，山区没有通讯，没有网络，工人阶级没有土地可以耕种，没有什么体面的工作，没有最低生活工资。没有独立媒体、记者、博主和反对党领袖，没有免费生意，没有独立银行，所有银行都属于他的家族和家族。保护家庭和儿童机构的国际法没有得到尊重，没有民主选举，社会和人民是有自己的和别人的。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他的儿子鲁斯塔米埃莫玛丽 Rostam Emomali 使用武力、暴力、暴政针对人民和国际社会犯下的，目的是在没有人民意愿的情况下成为总统。人们正在真正追捕反人类罪、驱逐、镇压、诽谤、陷害、压迫、破坏。暴力、种族灭绝将律师、记者、知识分子和简单的塔吉克人民和民族驱逐出历史的土地，甚至超越它。我们的妻子、母亲、女儿和孩子正在被杀害、压迫和强奸。这个家族和宗族利用国际法公约，甚至利用善意的信任和对宗教的热爱支持、赞助国际恐怖主义、武器贩运、人口贩运、卖淫和贩毒集团。如果人民说出关于他和他的亲属的人权、民主、言论自由、宗教自由的真相，他们就会捏造刑事案件，把他关进监狱很多年。如果他积极的话，他们会在没有审判或调查的情况下杀死他。他们贿赂了所有人。塔吉克人剥削廉价劳动力，这是对人的剥削。我们的梦想思想是自由、民主，我们会大声说话、喊叫，我们会赢。请所有观看我们频道的人订阅我们的频道、点赞、分享我们的视频资料并支持我们。整个宇宙和人类都是造物主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创造的。停止对历史土地上的塔吉克人民的占领、驱逐、政治镇压、政治阴谋、操纵、现代封建主义和奴隶制、种族灭绝、酷刑、歧视。所有塔吉克人民都享有自由。
此致伊扎图洛达达伯耶夫。 کی میگوید جواب ایره؟ نزد خلق چی جواب میتید که ما امروز آبروی تاجیکستان را در عرصه بین المللی فراوردیم؟ دیگر مقصد دیگر نداریم. ملت نیست میشود. دولت پارچه پارچه میشود.